做老豆啊，唔易嘅，日日睇住佢，真係女大18變啦。仲要係面對咁多大環境轉變，點樣帶住成家向前行？有人帶住家人勇往直前，有人選擇穩守節奏，用心經營屋企人嘅生活，努力守護家庭價值，只係想佢哋喺未來唔同嘅階段都安心更多，想佢可以放心揀自己中意嘅嘢去發展。我早啲幫佢準備好後盾，儲蓄有保證回報，仲有一站式網上投保。估我今日都唔夠嘅，自己將來又點？第時退咗休，有每月入息終身派，可以周圍住下嘆世界。睇下，好喎，而家唔使等退休就可以提早體驗旅居，仲可以實現埋我想探索世界嘅志願添。為下一代再諗遠啲，財富傳承規劃靈活啲，等仔女第時應對生活都可以輕鬆啲。中銀人壽深知我所需，由財富累積、退休保障到跨代傳承，提供全面嘅保險產品及服務配套，讓每位一家之主，無論喺人生任何階段，都能創造出更大價值。